真是长得伊足足，所以根本无有即个福的，所以伊是公平的。所以大家讲真基础，咱原始的即个本性是纯善的，吼。啊，真基础性本善本来是纯善无恶的，吼。啊后壁明主因当搁伫遐咧，吼，讲咱迄个成本恶，啊成本恶的时阵是因为咱做这个环境已经沦为人心可怕，明主讲成仙，甲搁改变，哦，所以已经内底头啊，即阵就是拢公主讲性相近，讲咧讲咱的自性，哦，对西方大关系的这个主性，啊无呢，学校呢，其实学校真爱去世界改变呀。哦。伊讲我甲伊看看，我内底有伊环境真好，啊有伊技术真好的所在，但是嘛有足粗鲁的一面，骗术足济。而且吼，骗术济搁兼啥呢？物件足济假。所以要去遐买物件吼，买会食一个现价的，毋当去买伊的遐的物件回来。啊，讲买回来淡薄3点钱，而且吼是爱用足侪钱去甲伊买。哦，迄物件吼，咱互较去看伊咧卖汤仔丝花，汤仔丝花吼，迄规个介绍吼，若讲拢惊死啦。一撮偌济？人民币28000，23000，结果呢，咱互我去团去咧问我讲，死人！人民币28000，23000，都规10万的，都是空金的个。哦，就安尼去讲，啊，伊就甲我问讲，啊，迄是差不多偌济会买一安尼啦？我甲讲吼，你莫听伊讲人民币，你着听着，你着家己想讲伊开出来介绍，拢总是代表。要搁甲伊打折，吼，要搁叫伊送物件，那安尼你就会使出手啦。伊讲，伊安尼伊讲会卖啦，我甲讲会啦，看足济。你讲昨仔买啊，一套本来28000，23000会操作，做起拢几10万，卖到尾啊，一套剩12000尔。哦，12000，搁有送啥？哦，12000有丝仔的黄金花，搁有一领丝仔花，搁有枕头布，才12000左右尔。所以吼，你知我讲材料的物件，铺的足悬，若有一件吼，你若卖你一件，你若甲出入一件吼，就差不多会使买。只要卖用价，一件就会使买。所以哦，你若看讲10几万的物件。我就无较无到12000，就家己买起啦吼。所以伊讲哦，迄是要哪出来到？伊几啊关，你安怎出嘛出袂到话哦。所以，嘿啊，哦，所以迄有人去大陆买真正是足好。迄叶仔嘛是共款，原价拢偌济，一项拢39800的操作，迄中通。哦，39800，结果呢，尾啊，互我买偌济，买6000。哦，买6000。再过6000。操作6000。哦，好。所以哦，这撮钱哦，开销者还有钱，开销者钱。伊也报死啊。所以。真正会看一个白光，迄个，嘿啊，你若，哦，你卖去买个物件，啊，过来呢，迄个大陆吼有足侪名山，因的名山吼，因的建设吼，你像咱的便所，咱若去迄个公共便所，是毋是拢惊讲咧，逐个拢安尼坐？无卫生嘛吼，所以呢，迄个
我会啊。我讲大陆的迄个机场还是迄个设备吼，伊的马桶的顶悬吼，你安心，为啥物互我搁仔来试？因已经吼，迄科技用到安怎呢？你移一个水的时阵，甲冲去吼，伊顶悬已经有出迄个干仔水吼，像安尼软硬，像咱咧马桶安尼吼，迄干仔水拢铺伫顶悬啦。你坐就是干仔水的顶悬，啊，迄个你若无甲坐着移水吼，这干仔水袂收起，袂搁铺新的。但是你若有甲坐落，伊袂输有迄个感应器吼，坐伫马桶，安尼你有甲坐落吼，你边边放着移冲水吼，即个就是有人坐过啊。水起落的时阵，即个旧的伊就收过，搁家己铺一个新的。哎呀，够啦！哦，所以吼，我伫遐就拄咧家己试啊，试讲到底是逐个移水拢总会收落，拢总会收起，无坐落就无家收。你有甲坐落来的时阵吼，水甲溢落，迄个干仔水出伫你顶悬来，伊就安尼像安尼接过来，接过来，接对边仔去，接对边仔去就是亲像粪扫桶，就出一个新的过来。哦，所以吼，感应的，感应。放心啊，若年纪有诶，去咧附近遐的地所，比咱台湾着加较卫生啊，对无？咱台湾诶去到公共场所，无可能啊，无可能甲你用安尼啊，你要坐就坐，要看半吨，啊，这老人这下老都无咱用半吨，咱人嘛手就着皮过啊。哦，所以伊遐甲即项即抓无啊，伊就感觉哇，人已经有着头脑，已经改善。哦，所以这项大家咱去校外。哦，倒来呢，就是讲因的庙师，大陆遐的庙师吼，你若甲看迄古时，迄古早的迄个古早的庙师吼，歹势，应该拢是顶道的高僧，迄写迄个啥，迄门帘，迄对联，但是顶道的高僧啦吼。无可能写甲遐像即种变形，了解？所以无我看看，因遐个古诗，拢总迄写的迄个门帘，拢总真正是有变形。啊，迄个门开开都拍拍球。就是咧写迄个门迄个了，拢是真正就是那个变形形态，还好啦。应该是拢。你看你拍拍球咧，咧讲门，咧袂当。那么呢，咱互我伫遮进，咱伊的做书讲天团对不对？伊的做书讲天团吼，所以足侪著是，迄位的时阵，伊的做书拢带入头前，以前拢大雄宝殿嘛吼，迄个剑吼，伊庙门入的时阵，拢总是伊的做书就坐伫遐咧笑啊。四边两边边啊，就是四大护法，四大天公，四大护法伫遐护法是。那么咱知影，迄四大护法，因手刻的迄器具是啥物物件？来，迄法宝是啥物物件？第一个手里刻的迄法宝是啥？敢知？来，咱互我甲你讲记哦。四大护法第一个，迄个法宝是抓一支，像琵琶、像琴迄个。琵琶。咱家常看卖，迄个琴，哦，迄是迄个抓一个琴吼，咱的琴线，咱的琴的线全相按的安怎？咱的琴，咧迄个像啊琵琶，哦，还是迄个咱古早有咧。弹迄个地带，迄琴线啊，全相按的安怎？对，全相按的。全都按音的时阵会变安怎？无声。所以四大护法的第一个，伊抓迄支琵琶吼，代表的意思就是甲咱讲，咱规人处事爱中道，中道。袂使相按，相按容易断去，也就是讲上强势嘛。上强势的时阵，我朋友
互你得失了了，断了了，啊伤安怎？伤冷，无声，也表示讲你伤软只，该为不为，对无？该讲无讲，人讲啊讲做无咱后人，安尼，咱后人嘛听着后人讲，也做好人，咱后人其实就是歹人，因为伊看着看袂使，伊拢无有迄个慈悲的心想讲甲伊。虽然袂使做当场甲伊讲袂无清楚，但是私下会使甲伊讲，所以呢，伊第一个就是咧甲咱讲中道，咧甲咱讲为人处事爱中道。第二个，即个护法神举啥物？举一支宝剑，举一支宝剑，这支宝剑呢，也就是世上咱真个人，杂事多，烦恼多，困扰多，这支宝剑呢。就是表示智慧，唯有智慧，才有法度通去斩断这个烦恼一切。若无智慧，是无法度通斩断咱这安怎伫咱周边的这烦恼。所以呢，宝剑就是咧斩咱周边的这烦恼痛苦一切。所以第二个护法神是抓宝剑，第三个护法神摕啥物咧？咱抓一只。像蛇，也像龙。为什么伊才会手紧抓一只也像蛇？迄蛇囝安尼规个头遐难呢？其实伊的意思就是咧甲因讲，现出时世间千变万化，世事无常。但是呢，不管是为人处事去做事业，不管，只要你会当精准抓到这个重点。安尼就会使，要拿捏得很好，就是讲对这个重点重要的，才甲伊把握好势。因为世事遮尔多变化无常，咱无法度通去去面对，拢顾会着。所以呢，咱只要会当安怎抓到重点就会使。所以第三个就是咱讲世事现处时，这个社会变化多元，叫咱爱把握着重要，安尼就好。像咱正老菩萨正上重要的就是啥？好好从心静落来，会当安怎好修行学道，这就是咱上重要。一个改变，一个改变，拢有无共的所在咱无第四个，也一支啥？也一支雨伞。那么这支雨伞呢，是啥物意思？风之污染。因为咱这个社会污染太多，所以呢，这支雨伞也就是要保护咱家己，防止污染唔通被外口的花花世界的这歹的代志去染染着咱的心情。所以四大护法所举的法器，拢总有伊的用途呢，甚至呢，若要甲伊讲起来，叫做风调雨顺。风调雨顺，所以呢，就是甲讲第一，伊举一个预备，第二举一支宝剑，第三举一只蛇，第四举一支雨伞，这就是风调雨顺。也是咧甲咱讲，叫咱爱去了通好保护家己。所以呢，我甲伊看，弥勒祖师笑眯眯，拢总坐伫头前。后壁咱面边四大护法，这是最近改变真济。咱看啊，比较想讲，奇怪，咱知影讲，咱的弥勒祖师讲天盘，济公老师讲道盘，那么大陆对这个道并无保全，为什么因的宝是一定嘛？这个势嘛咧转就对啦，哪会转到含弥勒祖师拢会晓通要甲塞在头前？就是看人就笑，多大英勇的这个欢喜心来在心里所以呢，这也就是讲，表示虽然遐毋是讲道已经普传，但是人讲天天将人作用，这已经进入到这个时势来啦，含迄古早的迄庙事，都已经拢安怎一步一步显现出来啊！所以呢。
这也是互我去安尼看的时阵，感受着讲，这真正是，人讲嘛讲天意，天意，嘿啊，你要食饭啊？哦，这边我准备好，这5分也会使。好。再来呢，就是讲，因遐，互我讲来讲，骗局足严重。哦。骗局足严重，有当时因足够讲好听话，咱若是，咱像咱即回去就有一个头家使用骗局，因为为啥物呢？拄啊好有足侪公安拢出来伫路哩，为啥物呢？尾啊家问起，就是讲伫阮去的进前1礼拜前，有一个乌仔送去死伫迄个塔马西街的店，所以间店就去互政府甲伊封锁起来，关门。为啥物？这原因就是讲，迄个乌仔送因囝伫上海，伫贵州的伫南京，结果伊交人出来游览，因囝有办信用卡，结果就全部因妈妈摕出来，结果因妈妈摕出来了伫迄个塔马西街人就安尼讲安尼个，就伫遐推销，就叫伊买，结果伊真正互人推销到尾去入一领塔马西街，去入一领塔马西街毋知几千箍的，4、5千箍的人民币。结果伊敲电话当来甲伊囝讲因为你知影，迄卡信用卡你若是国外有消费。人拢会用迄个简讯，互迄个办卡的人讲，你伫个啥物所在有消费偌济钱。所以因囝呢，就收到银行通知互伊的，讲消费偌济钱。因囝就想讲，阮老母是去买啥，他买入遮济钱，就敲电话互因老母。因老母甲伊讲，嘿啦，我有买一领丝仔过。因囝讲你都毋茫乌白买，我都打去地，转来都有买啊。你迄倒仔甲退去，毋茫买啊。结果伊就要入去退，人毋互伊退。毋互伊退，迄小姐是负责伫遐卖尔，小姐毋互伊退，伊就讲伊要找头家。迄个头家就甲伊讲伊要找导游，导游讲我嘛无法度。结果伊讲伊要找头家。迄头家出来我人讲我衰运啊！伊甲讲你已经都刷了，不能退，赶快出去！规车的人拢要等伊啊，因为伊都伫遐准备通去退货。结果其他的人拢上车，导游伫遐点检一个，检一个时阵就去遐找，发现倒一个乌仔送伫遐交通在伫遐飞，迄个头家就插伊讲赶快去！迄个大家都在等你了，赶快回去，不能退。结果迄个头家佫讲一句讲死老太婆。个老太婆大气起来，自死有心脏病。有心脏病倒落，倒落的时阵，迄头家讲不要装了，叫伊莫嫁啊。头家马上，结果无人去。心脏病，伊家己有第心脏炸药的，但是呢，4分钟呢，黄金时期的抢救尔，4分钟，你若无家己救，起来有时就救袂倒来。经过几分钟了后，救无倒来。所以因囝是伫人囝的公安的，怎上诉发状纸，所以迄天伫个遐就规路拢总是公安的啦。嘛，总落来咧查，讲这店卖物件，这店有特工，迄个强迫恁爱买物件无？迄个有迄个强迫爱入卡，强迫啥货就出来调查就对。结果呢，迄间店看赔偌济，导游赔10万的门票，迄个头家赔60万，店关起，头家搁叫关1礼拜。所以这人讲，我拄着歹运，伊也想迄个，讲老太婆，我赶快去坐车
死老太婆，哦哟伊就他去们美死老太婆，哦起来是真心中也，嗯行起倒温的倒落来，嘿啊，做来用迄温，啊，一般拢用卖计啊，计倒落来。哦喏，所以啦，头家咱迄了600万，关一叫关一礼拜，搁迄间店爱食是先关起。哦，所以换台币240万。真正足好诶。哦。所以，伊若咱讲实在，若要佚佗，咱来找迄个无购物诶。无买物是要买件。一寡啥物要食诶，咱就拿去点仔店面诶，搭加点仔买迄个要食诶会使。啊，若讲迄个嘿，人带去迄个买牛仔啦，买饲料货啦，这些拢对恁来讲拢无帮助啊。所以就是不要参加购物团，购物团不要。哦，因为咱安怎，人咧聘约，你叫我一抓去的时阵，有一个头家出来，哦，讲伊足欢喜，因老爸有几百亿的财产，因老爸老啊，所以就这个企业传互伊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伊就是种啊时阵的头家。带阮入去拍开，安怎贵宾室诶入啊，啊迄个，安尼叫你啊牵手饮笑，哦，牵落到，台北看落的时阵就会了过老板。哦。哦。所以骗术啦，哦，所以真正看看的吼，感觉讲哦，啊是台湾人真正有够善良，哦，台湾人吼，啊是真善良。所以，若讲有要去台北佚佗，就爱先问看讲，敢有要购物团？若有购物团，我就不要参加，因为迄拢毋是咱要去。哦，迄个若毋是购物团呢，就会使。哦，若要去台北佚佗，就来安尼，不要参加购物团，嘿安尼。就一点在点过，咱互我今仔日吼，迄个拉里拉扎，安尼讲这代志。多感恩，多感恩的啊，谢谢。哦，救人。咱武汉吼，一年出去差不多3台至4台，哦，一个月。但是呢，每一个国家的民情拢无同。哦，每一个国家的民情拢无同。啊，所以呢，公司办的，迄个水准拢较好，咱家己处理的，就爱挑选。哦，就爱挑选，但是虽然台北真，人讲啊骗术足济啊，假面啊足济，但是嘛有好食面足济。因个写香来，邀因个香来，迄就知影哦。伫咱台湾无，但是真正有够清气，有够好食，有走的。哦，武汉吼，一日吼拢爱食4粒，食2片青，食2片红的，啊，迄来啊。嘛无贵啊，咱就讲，人家家己产的来啊。哦，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张长官，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哦。阿哥。张长官，来，张太太无简单。真够，真够。较济啦，迄个食啊较济啦。有人会晓知影拄好伫啥物位呢？谢谢啊。张长官好，张长官好。来下来啦，下来。无啊，干嘛要客入？唔免。好来，我用来，我用。来。张长官好。我只糊的尔，我只糊的。来。那无简单的呐。张长官好。胡这里，胡外面来。那转弯，那转。来，胡这里。向左转起，不要碰头。行起立。1、2、3。行起立，脚用力啊！脚用力要坐椅子了啊！好棒哦！第一名哦！啊，你该怎样做？
不可以这样搞。啊，设计啊，都拄啊好诶。啊，这会咁样做呢吼，就是一样。无安尼无法度啦。厉害哟！这厉害，这练家都厉害，有练颜值舞都厉害。就是爱去带爱带妇女因遐甲消费，安尼，所以若像像年拄仔有人咧出去，啊讲你真爱去参赛，你著购物，较袂去互关囝仔做，而且呢，有当时啊无买买伤少，人都毋互恁出去。大公公，大公公，会使来帮做食啊。感恩啊，谢谢。感恩哦，谢谢啊。去日本拢买药啊，拢买药无要紧啊。嘿啊。所以去国外就是有购物团，有购物团，谢谢啊，感恩处长朱比啊，谢谢好，新年好，大家洗手，然后准备要食饭啊。大家洗手要准备食饭。安尼啊。哎呦，好喏，哎呦。